天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来天使的台语哦，哈，好来，咱请唱答。来，天使，天使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天使？有够标，阿妹有够标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多好嘿呀，题目都是咱家出的嘛，对啦是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因为咱迄个天使第一个元素，伊就是天顶天父上帝派落来的大使，吼，所以要来看顾咱遮的迄个人民嘛，吼，所以即个虽然有文白音，毋过咱上好是根据即个基督教因的讲法，因是叫做天使，吼，另外一寡啥物天使啦、天使啦，啥物迄拢是后来的音啦，吼，咱基督教是天使，然后咱伫个云顶，吼，咱若落雨天的时，有当时会看到边仔拢乌云，毋过拄好有一个日头光落来，迄华语叫做天使的楼梯，毋过咱袂当讲天使的楼梯，迄是叫做耶稣光。